这个美国猪的争议继续伫立法院来探烧，在野党来建议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应该都要有专属的货号。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第一，世界各国无人安尼做；第二，安尼做，伫世界贸易组织 WTO 会去互挑战；第三，伫海关辨识的实务上有困难，所以无必要安尼做。 美国猪肉伫咧2021年就会当合法来进口，不过行政程序的争议也是完未煞。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当中，在野党的委员就提出讲，应该要将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独立来编号，但是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安尼未通。 那我们如果认为我们规定的这个来剂的容许量是安全的，那既然是安全的，它就跟其他的所有动物添加物的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为什么单独对一个这样的东西去做一个增加货号的规定？那这个会在 WTO 上面会被挑战。 除了伫 WTO 会受到质疑，要独立来编号，财政部关务署也个卫福部的官员拢讲，伫实务操作顶头有困难，而且有可能会引起连锁效应，所以因评估安尼未通。但是经济部过去就捌表示，当美国猪肉进口就是台美经贸谈判的上大障碍。在野党立委嘛好奇，安尼即马台美的 BTA 敢有进度？ 跟美国洽签 BTA 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也要把前面这个障碍解除了，好，那这个才能够再往下来争取。国际贸易谈判当然袂当凊彩显摆，但是国内食品安全，政府嘛要互咱一个交代。